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那么这2天，大家就看到各县市的正副议长已经选出来，但是像是正副议长是安怎，咱就要注意呢？关注因是毋是真正有公道心、有证据，是毋是凊彩会当喷枪子，嘛毋是讲干那爱钱就当坐大位。民主政治咱就要逐工甲考试，毋通4年一摆，怨叹讲互因骗去。今仔日来好好讨论。首先，咱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李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2位，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吴建中吴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4位是咱政治评论员吴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4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陈敏宏，敏宏。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来看，尤其这旁各县市拢有发生代志，大大小小。尤其上注目的是高雄市、台南市。这台南市的议长的选举呢，因为乌金的风波，真受到关注。落尾是民进党团结起来，而且还有国民党有人走票，和党内区内咧，那么赢过无党籍的郭信良。若是高雄这边呢，民进党的康笃成，甲这摆退出国民党的詹俊杰来组合，顺利和民进党重新会当掌握到议会的大位。宣誓人，高雄市议会第4届议长康裕成。高雄市议会正副议长第一遍由民进党杀的民务培胜选，民进党籍的康笃成选调议长。搭配前一天退出国民党无党籍的詹俊杰，2个人拢摕到35票，超过半数33票。用理性问政的态度，但是绝对严格的监督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所率领的团队。当然，我要面对未来所人家的批评啊。但我刚才说，我都尊重他们。但是我为了高雄更好，我一定会中立、理性，不分党派、不分蓝绿。詹俊杰伫咧对外说明时阵有淡薄紧张，因为退党甲民进党做伙参选，詹俊杰面对着正大的反弹声音，甚至有选民讲要甲伊罢免。因那国民党议长连选陆秀美，也因为詹俊杰退党甲民进党做伙选，伫选前讲要退选，经过安大加陈敏雅搭配参选，得到28票。得到的未必是福，没有得到的未必是祸。邱丽丽一票由李文俊议员投出。包括副议长候选人李文俊在内，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3个人走票，和党团正受气。不加上选前被认为会走票的民进党正国会6位议员公开声明含泪投下党证。上面是民进党的区内的选调议长。过程里面的负面的文宣或是抹黑，在选举过以后，我想会每一件都能够水落石会出来。台南市议会伫咧选前一直传出乌金加暴力恐吓的代志，代表日即天警方是第一遍出动金属探测器，大动作慰安，好佳在和平结束。连任失败郭信良讲接受结果。市长也自求多福，有这么脏这么乱，事实上都在侵蚀支持民进党的心，在侵蚀的基本盘。另外，嘉义市议会选举虽然民进党新科议员吴敏秀退党，转支持无党籍的副议长苏德芳，不过第1轮苏德芳加无党籍的陈志文拢无过半，第2轮陈志文以1票险险赢过，所以嘉义市府会未来4年拢是女性做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在看这集的时阵，大家都要注意而且我来自我提醒。唔通想讲到内面地步，对着观众朋友我这个关系都唔是我的关系咯，我无啥好来关心。但是上主要是要大家知影讲，第一，这是唔是正当政治？第二，这对着咱各县市以后这4党以来，4党以后，这是唔是咱政治会当搁再澄清啦？所以咱头仔听到真侪人开始就讲俗语啦。
讲吼心无所得，无所得会当心难理得，吼啊，佮有讲吼讲识时务为俊杰，吼，这到底吼，俊杰是安怎伊会当在高雄市，伊安尼重新虽然伊会退动，哦，虽然会退动，但是伊爱面对着讲伊以早的这个同志，他多郭信良啊讲，咱大家影大来讲，伊讲吼，这侵蚀着民进党支持者的心。老师，你安怎看？这敢是正当政治？确实啦，本来吼民主政治本来是正当政治，啊，正当来讲，照你讲是讲，正当若提名什么人，照你讲，你的同志吼，家己共党的人，拢是爱去支持，安尼才有变讲，才是正常的一个正当政治。问题咧，昨大家看到，即届政府议长投票，当然啦，足侪县市其实拢真正常。问题就偏偏啊有，譬如大家拢知影嘛，高雄啦、台南啦，甚至国民党感觉上把握的即个家人拢变盘。啊，即马对大家来讲是到迄当阵是讲，大家迄当阵选民，而且是选民来讲，我迄当阵投票是选互你，啊是支持即个政党。啊，等到你选议长还是副议长的时阵，你等到去投互别个党。啊，即马选民一定感觉讲，啊，我迄当阵投你，啊，为什么你若唔讲清楚？啊，迄当阵你甲对方的暗盘是啥物？加减啊，大家选民嘛好，甚至你家己的政党原来的政党，还是对方的政党，一定咧想，这个利益的交换到底是安怎？所以老师，你的总结就是讲，这不是正当政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正当政治，不是正常，无正常啦。不管是拿还是立，还是讲各政党，其实拢无啥正常啦。因为你一定是感谢到这利益嘛，啊利益莫讲是一定是钱，还是安怎？吼，啊利益吼，咱小等下还有一趴咧讲，到底这做政府议长有啥物利益？有啥物通好做的吼？啊有讲一票偌济拄偌济。要不来请教龙国老师哈，这个政府议长哈，尤其哈，即摆会当合法，大家拢量票，票拢量出来，吼，你袂走险的，吼，党纪在上，吼，声名在上，这边声明，这边党政党，啊，就投落去，有诶佫投啥？投这个党政投落去，这个在国外其实嘛有人走票过。啊，事实上，这理想上啊，理想上啦，敢有可能讲哦，大家咧照规矩安尼冲，啊是安怎？台湾的政治，尤其地方政治啊，会变做安尼。是头一个吼，咱讲的是讲伫地方政治顶头，其实拿甲力即个分界，无亲像迄个中央的即个参数遐尼明显，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咱知影，咱即摆是要选所谓正副议长，即个部分。啊，正副议长，咱其实咱用数学来算，你即个部分台北市65票，啊，你就是爱过一半，靠我都摕到这议长，还是副议长这位。那特咧，你比如讲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家己算算就知影，你到底会过半，袂过半。啊，会过半，你当然你就家杀家己的人，这无啥物意外，对于家己人内底有意见。第二种就是讲，我家己无法度过半，我无法度过半的时候，我就爱找人去参详，我找人爱合作。这个合作的对象可能是无党的，嘛可能是对手。啊，这个合作内底，咱来讲的是讲，到底是讲这伫这个投票的时阵是讲理念，还是讲有啥物袂当失角差，袂当互见光这个部分？这大家爱讲好清楚，所以咱讲政党政治内底，咱有分内座政党，嘛有分外座政党。内座政党内底党纪是足明显的，我叫你投上，你就投上。但是现实的部分是讲，我到底有法度过半无？过半我都投出我议长甲副议长的部分，所以我爱去甲人合作无？这就是足现实的。若是咱讲足明显政党政治，
你有法度过半，无法度过半。啊，咱也是足严格，即种党纪落去的时候，其实一个就出来啊，嘛唔免假投票，嘛唔免创啥物物件。所以老师，你也是认为讲，这还个算做在正当政治的这范围无走进去。这当然无走进去，啊，只是讲咱台湾的选举吼是较特别，咱有内阁制、总统制，啊，搁双修正制。啊，台湾到底是啥物物件？其实是算袂出来。咱若是以内阁制来讲，是其实政党啦叫你投啥？事实上，咱在这个国外真侪议会吼，啊，小党联合要来制衡着这个较大的党，吼，啊嘛有取得这个多党联名来取得这个政权的，是，吼，啊嘛有一两个喷点啊来走闪来挖，是，吼，啊这是毋是正当政治？我应该安尼讲啦吼，咱即摆上好的一个例证吼，就你看以色列迄个纳坦雅胡，吼，伊即届就是靠咧讲，伊一定好像三起三落，其实这正常的啦吼，就是讲合纵连横。因为我感觉咱讲若讲到政治，佫一个原理绝对爱讲，政治是无永远的朋友，嘛无永远的敌人，敢有永远的利益。所以咱有咱讲看咱台湾的政治，中间啊，昨的这个正副议长，有啥大家会感觉啊，原来柯文哲确实迄句话无讲了毋对。本色无分颜色，拢共款，所以你看伊遮合纵连横。民众党嘛有起人支持哦，对，所以伊嘛是本色哦。哦，我感觉讲这就是讲每一个选民应该是。你来讲个清楚哦。对，我讲，所以我讲。所以拿劣币拢共款，对我来讲吼，因就是利益，拢是利益。吼，你莫甲我讲哪个外好啦，啊青拢是好人啊。白拢是拢足赞，迄拢好笑的，所以我讲即届就是一个照妖镜。你看因咧投票的时阵有无？我觉得啦，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若是分析给大家听啦。讲，就那就我举一个例子，较早咱讲迄个蓝世聪，为什么伊会去甲柯文哲斗相共？是因为有恩嘛，讲伊迄人用叶克膜救伊的亲人。但是所以你咧看即届啊，对蓝甲白，北甲南的这所谓的政府的议长的选举，有一寡我感觉是糟践的，有一寡你会使理解，为啥伊会安尼做的？咱就讲家人，迄个张芳丽伊就讲，无啊，较早人迄个因的阿公，同时的阿公，同有人有甲我走斗相共啊！咱讲起来，政治不外乎人情，啊，这人情饮水思源。老师这样的算人情啊，算正当政治会使袂？你有去考无？那正照吼迄个正当政治来讲吼，照你讲，伊即个行为吼，即个张芳丽的即个行为，照讲是无法度，对，照讲是无。你应该害伊的人情是踮咧别位，你无法度踮咧即个投票内面换人情。五万一世人，我阿公一世人5万就是阮孙啊，要做义父义长。这无法度啦，因为照你讲，你若正正当政治来讲，你是无法度安尼。所以老师给他画个叉。这确实啦，因为你对伊的行为来讲，这样伊到尾家己嘛讲。伊上尾一年嘛啦。伊到伊嘛讲，伊家己伊就要推动。问题来，歹势。应该安尼讲啦，所以我讲这爱看多一个案件，吼，不管是对台南啊、高雄啊、嘉南啊、花莲啊，所以你拢爱摆 case，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共款，啊，每一个人状况无共，因为你若是讲这，咱唔定来讲，话你去别人徛台，啊，迄个我的后生，还是我的囡仔，还是我的亲戚，虽然无共党。咱台湾人，我讲政治袂使讲哦，就是法律是安尼啦，但人情义理，迄个世事咱爱顾。所以讲，你咧看这件代志，我感觉徛伫正当政治，确实无应该。但是你讲，若是徛伫张芳丽伊私人的角度，为啥伊会做出这？但是伊既然做，伊要勇敢的接受国民党互伊的一个咱讲不管党纪的处分，这就是伊。加做爱加担，但是我感觉讲伊会做这个家人，我若用家人来讲，我会使理解。但是你若讲到台南啊、高雄啊，哦，迄就无共款啦。啊，讲到花莲，当然这个部分，咱一个来看哈。对。咱一个来，民宏，你感觉即摆吼，在选举当中，咱今仔日要讨论的这个逻辑，就是讲，头一个是毋是正当政治？第二个啊，这个正当不外人情。但是事实上，在阮个人的讨论的当中啊，阮家己制作节目的这个讨论当中讲，还是爱看下听其言啊，观其行啦。伊到底因这个走票是毋是私底下？他都黄老师讲，私底下乌想有这个乌西的这个代志，bình宏你感觉？所以啊，这个走票完全你有啥理由讲阮什么阿公安怎温情爱报安怎？啊！你规气你当初是你有去民进党那边就好啊，你为什么要挂国民党的牌啊去选呢？
所以我讲那个恩情这个事情都是托词啊。我这就是镇长真是大招奸啊。那有可能呢？因为很多人你有讲存在台南，当然说你黑金我脱党我都无办法好管啊。好，因为有一个镇长伫的时阵，我袂用黑金，我袂用黑，我也袂用金。啊，但是我也无政党以后，我就法律嘛管袂着我，啊政党嘛管袂着我，我就凊彩做啊。啊，你当时选的时阵，我是挂国民党的牌啊，所以有个选民国民党的才会投你啊。啊，你这选掉了，你为着啥物去走去民进党，还是走去别党，还是民进党去走去国民党？啊，你选民你情何以堪啊？啊，我本来我可能是一个选民是正经是支持国民党的，对不？伊迄深蓝的选民，我支持你，我是因为你国民党，唔是你是啥人，我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我支持你，才投票予你的啊！啊，你结果你就走去啊！啊，你走去是毋是？咱讲较歹听的，你无利益，你哪会走？你就为了迄个位嘛。民众，所以你质疑讲这内面有这个利益，譬如讲台南走票的这个国民党的李文俊啊、李定国啊、张世贤走票。有可能啊，对吧？因为台南市是安尼，台南市即个足复杂的啊。因为伊本来是57席嘛，啊民进党选掉28席，啊其实伊差一席就拢过半。啊，毋过有迄激进党，搁有迄台联，搁有无党籍，悠的伊是可以过半，伊免选啊遮尔激烈，但是伊就是东来派黑分裂嘛，就是郑国会落实做出来了，变民进党这边无够票啊，所以才会变成讲，我什么黑？所以反过来讲，讲民众你有赞成民进党去揪这个国民党的票吗？啊，看用什么条件揪啊？国民党如果说，其实嘛是无义薄分天，哈，这三个义薄分天，我就是来赞下。这是我无相信啊。你无相信？所以民进党安尼做对啊，唔对？你也看你换赛嘛？你讲换赛啊？看换赛咯。对啊，你换赛。你要添什么话？我是感觉吼，全台湾为北甲南吼，应该标准爱一致。吼，下寡咱讲的家人讲是行人的人情，我嘛当讲即几个伫台南市的国民党的议员嘛是有可能要行郭信良一个人情啊。因为伫过去内底有哦，迄款统筹分配税款的时阵，人郭信良嘛是出来招停这议员，什么？这个是倒伊要倒区里，对啊！我意思就讲过去内底，咱有足侪物件是拢用人情来去讲即件代志。啊，伫过去的中间内底，你有啥物人情，伊有啥物人情，选民无一定知影嘛。啊，但是这个部分我是感觉为北甲南吼标准应该要一致。我真系用人情做标准，咱就敢若滚烫卫生纸。所以以前吼，拢甲一件两件，啊，大家就算了啊。这个是规片啊，规片拢用迄脱党的方式，然后去走后线啊。所以大概才感觉讲，你基层的政党真是根本崩盘啊。其实当然啦，你用证严重的字眼讲政党政治帮盘，你看你又袂走安尼啊？啊，就是党主席控制不力哦。都是照讲是安尼啊，所以有人叫汪精卫有无？汪精卫，高雄迄个曾俊杰叫连胜文美汪精卫啊。哦，汪精卫多严重？人伊讲涉事无为准结啊。但是连胜文讲伊是汪精卫啊，汪精卫是啥叛国诶？哦，就汉奸的艺术啦，老师，即讲到汪精卫安尼，敢唔安尼，真遮严重。但是民方讲是帮盘哦。确实啦，因为这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伊爱负什么相当的责任吗？这迄当阵吼，照你讲啦，咱迄当阵即个就可以选举了。到即马差不多有1个月时间，其实主席来讲，不管是主席，啊，迄个主发会主委，甚至咧即秘书长吼，其实拢爱开始去招总啊，开始去地方，还好啊安达，嘿，而且迄个议员你要去选项，其实爱量早，来去迄个不管是安怎投票，大家是假投票，还是用迄个推荐，拢用的，问题你爱较早做。做了，你才安怎时阵才有法度？看起来是放生哦，吼！一定是，到后边是放生。你摕台南来讲，迄
6时的郑国会，尾啊毋是乖乖啊倒来投，含泪投票呢。对，啊你国家咧动静投入去。对，啊因为什么？一定是有面对的人去这个我补充一下啦，吼，就是讲伊台南迄6个郑国会，伊讲含泪对吧？啊，你有看到李俊涵嘛有出来讲话？简单来讲，若是照因内部咧讲，是因为因发现这6个郑国会原本应该是过信良的票，咁伊发现迄3个国民党一定有3票要走过去啊，伊想讲啊，就大势已去啊。本来因的这6张票无一定会走哦，是因看到迄3张票，因听到风声讲这3张票要投吼。邱丽丽啊，所以我讲政治，我头唔才讲政治就是无永远的朋友，无永远的。这时间差，因是看办事，因看办事，所以嘛是识时务为准嘅咯。咱会使安尼讲，但是我就讲，台湾人是巧的嘛，无要紧，你今仔做的，拢会留下记录，大家会看。你今仔有法度安尼出卖，啊你无连工的，所以我唔才讲爱摆 case， 讲伊到底是为着什么的状况原因，伊做这种代志。这台湾的政党政治就动然无存我甲彭仁报个你讲帮团有好无？你若个换一个角度，咱爱逆向思考，帮团嘛无讲啥无好啊。中间选民啊，咱你讲你看即摆哪个做了跟真正就那像李老师讲的，你唔通乱起哦，因两个无一定是哪个。我讲你讲，咱咧看政治时，你讲咱看国民党对即届议员吼，原本全国是910席，甲国民党即届是390席，变做360席。减民进党是238变277席，加到底国民党真正有得到咱台湾人民的认同无？无，所以我讲伊咧做的时阵，我讲即摆台湾人，我一直定讲，咱要选什么颜色，什么人替咱台湾人做代志，咱就跟迄个政党，莫阁以为啊什么颜色让人绑架，安尼无好啦。无，我感觉你讲法偏差啦。如果你也要帮帮吼，你是用好的，然后我是为了建工要做代志，所以我不顾党派，完全是中立，这样很好。可是如果你是为了利益而帮帮的时阵，为了逃避黑金的侦办的时候才帮帮的时阵，才脱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帮帮是好的吗？帮帮有好有歹啊，基本上帮帮就是歹的啦，无迄种好的啦。我请教一个这个花莲的 case。花莲的这个议长吼，布坤基杀出这个吴东升，吴东升后江科判刑才5年外，才20当进前，20-30当进前啦，杀人未遂啦，这个刁准，当选的这个刁准，伊是这个贪污，一审判有罪，民进党。3个议员啊，尔，因为在花莲有影有够少，敢3个。伊嘛是去支持这个张俊，互伊张俊会当来徛起。这徛在整个民进党对着花莲县的这个发展啊，甲这伊咧讲甲振振有词呢。讲我这是安尼，这是对无应该投票的嘛，因为2个人拢是。毋是民进党的嘛，佫有前科嘛，应该是无应该投票。但是伊这就是派帮帮，毋是吗？伊就是要抵制傅昆萁啊！伊敢真正讲，感觉张俊敢有够清白，有够比迄个傅昆萁杀出来有较好一点嘛。拢有前科啊，嘛是有啥物啊，毋是吗？所以说，咱选举时阵，为什么参加政党？政党就是为了控制候选人的品质嘛，就是你莫有前科，莫有迄贿选啊，莫有啥物哩哩啦啦的代志嘛，所以要有政党。政党有的人就讲有的人拢送迄，然后连那个就是一寡无正常的代志嘛，然后掩盖或怎样，这个是过分的。但是问题是，基本上政党的利益就是在管制候选人的品质嘛。你既然拢帮忙了，拢招了之后，啥人来管这人？啥人只好司法来出来对付嘛？司法要办无？你甲我讲，司法要办。咱这讲到安尼，大家就大心亏啦吼。讲到安尼，但是事实上你若讲要甲正副议长拢杀出来讲，拢无乌对。拢毋捌犯诶，阮有真足找诶。台北市加一个议长无乌底啊，副议长嘛是乌底啊，无啦，所以伊诶背景。咱来看这张图表吼，你来看吼，
这唔是我挑工咧讲，唔是我挑工咧讲，这个国民党哦吼，你看哦，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副议长叶林团吼，新北市的副议长陈宏源吼，啊南投县的议长何胜峰，南投县副议长潘一全，啊这一组吼，见甲饭一组，这两个拢乌对，吼，唔是咱唔是讲乌对，咱要用形容词啦。哦，伊讲有暗对，哦，有暗对，吼，啊，这个桃园市的议长区叶清，吼，嘛有嘛，吼，桃园市副议长李晓晶，吼，啊，这新竹，哦，咱新竹市的议长柯秀瑞，吼，啊个金门县的副议长欧阳义雄，啊，这花莲的咱讲过张俊，吼，啊个宜兰县的副议长。陈汉忠，吼，啊，云林县议长沈宗良，这也是真正有按对哦，有诶无按对，但是嘛插过真侪代志诶，譬如讲云林县诶副议长蔡英德，吼，蔡英德，吼，乌义啊，这乌义啊，因老大是啥？乌雄啊，哦，啊乌雄啊，这个蔡英德这乌义啊，这乌义啊，以早是甲。这个阿美啊，两个听，这是乡野传奇啦。哦，20几冬进前啊，大家啊少年时阵伫街头咧庆祝，敢若播电影啊。这讲一时就在迄阵时一个娘娘啊，哦，这个阿美啊在跳过墙啦，闭落去个圳沟内面，啊，佮拜托这个标党诶出来协调。这完全哦，咱要讲伊个议会内面无乌对，实在是真困难，真少啦。真少真少啊！你台南这无啦，啊高雄这无嘛，台北市无嘛。啊，实在讲，咱进前有推设这个排协条款，但是排协条款无法度溯及既往啊，吼，没办法溯及既往。因为吼，这是排协条款哦，上主要是讲希望捌吼犯过什么罪的人，无应该做这个候选人。问题吼，这大家即马大家拢在讨论啦。你若安尼排黑，你敢会即个法律若通过，敢会违宪？因为伊若即马是若无即个，伊若讲犯过罪，啊若服过刑，更生人。照你讲，你无应该限制伊后摆应该参加政治、参加选举的权利啊。咱有找过吼，咱节目当中也有讨论过吼，就是讲。那国外吼有真济，譬如讲，你就敢若球员共款，你摕2支红牌，吼摕到1支红牌，哦啊下一场你袂当出来选，吼下一场你袂当出来比赛，吼啊你第2场了后，你会当出来比赛，有一定的年限，吼啊这国外吼有诶更较惨的哦，吼这1年外就你就袂当出来比赛，吼也有这种啊，吼啊所以这立法院还佫会来讨论。确实啦，因为这立法院即摆开始咧讨论讲，这到底。但是我担心的是讲吼，真正来溯及既往哦，哇，那无可能啊！无可能，法律照你讲是无应该溯及既往。对啊，因为你是褫夺公权，啊，你褫夺公权有期限，那你褫夺公权完了之后，你可以不让他参加公权吗？不可能嘛！难道我担心的是到时阵哦，哇，4一半啊，无法度人无法交文，是要叫啥人来选？咱就拢会当来选啊。所以不可能永远褫夺公权。文琪啊，你有机会啊。你还是要有实力啦。要有实力，咱是无实力啦，文琪啊可能有啦。来，咱请这个吴老师来讲。我算过吼，910个内底吼，差不多有3成吼，拢是有案底，拢有案底。所以你若是讲这个法律有经过啊，后一届上无有3成，爱补选。好，这3项爱个定个换人有新的机会，文琪遐无一定有机会啦。那我的意思是讲吼，其实咱看到讲，其实这不管议长也好，还是副议长也好，上一个标准就是，伊应该爱先成为议员，靠到来参选议长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标准内底，选民已经投票互因做议员。啊，谁喏会个互因出来变做有法度搭档来参选这议长甲副议长？我感觉政党爱负起足大责任。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都已经是大家拢已经点油做记号啊，已经点油做记号伫遐，谁喏因抑个有法度出来参选？
这部分其实咱看到讲政党内底到底有这个规范无？因为咱即马有咱招国，有苗栗国。讲的，政党应该要负责任嘛。啊，不过你这样用脱党的方式，放教飞去啊。脱党的咱要哪个规范？你像家人迄个脱党的，不，伊原本是讲，伊因为报恩，所以要支持同志会。但是咱即摆看到个，你毋免党籍给我开除，我家己退党就好啊。我已经选调啊，这伊就吹115无立法啊。啊，甚至于我脱党了，另外我嘛等去加一登去啊。啊，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讲，到底标准是啥物物件？其实咱是毋是爱有源头来看？因为你看这有乌底这内底，因袂当做议长甲副议长，咱讨论了足济。啊，但是若是除了乌以外，其他伊犯其他的罪，敢袂当做议长甲副议长，敢袂当清清白白安尼出来参选？这其实咱看到讲，你除了排乌以外，其实啊，佮其他嘛爱甲参落。咱讲有违反的这个问题，啊，这其他你是毋嘛应该甲翻落去？啊，甚至于伊是别人的后壁迄款好啊，出来选这议长甲副议长，啊，这你用制度这边定义就很难了啦。譬如说中东你以前是议长的时候，他犯的可能不是黑金啊，他是杀人罪啊，那他可以当议长吗？我的意思就是跟这个教授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定义一个黑道的条款之后，那杀人罪要不要定义？然后那个什么其他的那个犯罪，到底几年以上要不要定义？来，咱来看这个图表吼，讲曾经犯罪上轻本刑是7年以上，吼，经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度确定者，受死刑、无期徒刑以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决尚未确定者，吼。啊，但是呢，有人咧讲啊，这就爱为这个比例原则，哦，就敢若讲啊，摕着黄牌的，啊，你啊落场休息，吼，啊，你若摕着红牌的，歹势下一场你就别当来参加，吼，来。因为我讲哦，你讲咱即摆讲乌底啦，因为我头看民报者小可头讲着叶林传小可顿底者，我无啦，我无，你无安尼甲我讲的。是啊，大家拢足紧张。来找我是我敲电话给你啊。是，我应该安尼讲啦，讲咱即摆咧定义这个所谓的乌底也是暗底，咱头有咱的李老师有讲着，到底你有没有违宪？这个部分，因为你讲更生人伊爱有伊的权利嘛，但是我爱甲大家强调一件代志，你讲有暗底，那就看足看。但是各位，你若看到遐白道，迄有诶比黑道啊搁较白、搁较害，那是照这种规矩，还是这种标准，咱是不是要爱扩大？所以我讲，咱咧讨论这个时阵，咱爱很正常，用正常的人性甲正常的政治来看这件代志。伊今仔日讲对这个时间点开始，伊若是讲较早有案底，但是伊对伊开始上任了后壁因到底有做啥？无我讲伊，咱台南市即届88千的许在清伊嘛退党啊。迄林世杰嘛退党啊！你讲这种伊无伫台面上，跟伊是中执委啊！你讲伊这个危害会比咱讲伫对面的这议长会较轻无？无一定啊！你有看到台南市黄伟哲即马讲哦，伫伊的任内台61线即摆的迄个光电啊，伊拢未通过。我意思是讲，咱咧讨论这个时讲，咱讲啊，伊到底是郭在清已经退党嘛，所以伊嘛毋是中执委啊。对，所以我就讲，咱咧看政治就讲，伊若是无出这件代志，伊袂退。所以我讲，咱咧讨论讲，黑道到底会安怎讲？这人为啥会讲一时啊走去国民党，啊，迄个华联迄3个民进党竟然搁去斗，莫讲斗一个无党的啦，斗一个进前是国民党的无党的张俊，啊，民进党迄3个嘛是袂使，你若讲用政党政治嘛袂使啊，你就是政党政治，所以伊有提出这个地方政治吼自治条例内面，毋知是第几条啦。伊讲吼要进行着地方的政治安怎，所以阮3个党团，阮来决定要来投互。无，这是作文比赛，这哪是这亲像分立嘛？分立民进党有6席，因尾也决定伊脚手拢赢袂过国民党这议长甲副议长，所以因就家己转互家己啦。伊这嘛是一种态度表现嘛，这嘛是一种。民进党一向拢安尼啊，家己转家己啊。你既然袂过啊，我转互我家己，我表代表我。安怎桥路拢无可能。这无可能啊嘛。花莲这个代志吼，确实啦，确实吼，踮咧花莲慢慢啊吼，已经有这个声音出来。就是反迄个傅昆萁的声音流出来，啊，这个声音其实不止讨厌民进党的情绪不止为踮咧民进党内面哦，包括迄个国民党内面开始有这种声音出来，
所以即届吼，你个迄个讲迄个张俊动算以后，伊马上公寓退动，而且伊讲一句其实足强的。伊讲朱立伦，张立伦下台的时阵，伊才要考虑回来国民党。哦。来，郭老师，因为进行朱立伦有一个同舟计划嘛，甲这个都失联的同志，拢甲找回来。但是这物件到底是理想？伊只船顶头报困去，就是中秋计划，中小平啊，就是这拢总特别。这到底是因为理念，还是因为大家利益共款，所以找回来？这其实是选民足想要知影，但是这个检验呢，无一定是这届选举内底。我足想要知影，是安怎这个政府议长，大家安尼抢破头要来抢安尼哦。咱也知影讲，哦，这一厝安尼庆忌之都吼，唔知是台中还是台南啦吼。那哇，讲后这个乌影吼，后人惊甲唔敢转去。到底政府议长吼有啥物好康的呢？咱来看吼，这个议长的权力吼真大。讲当年超过400万，一般的这个议员无遐济啦吼，因为有特支费啦吼，啊个吼研究费12万头一个月，啊助理费24万吼，会当请5个、请8个啦。除非你像这个高报啊，这个超工啊，放伫落地啊内面啦吼，无这就是咱支出。啊交通费、出席费、午餐费40万吼，啊这个出国这个考察15万吼，啊个这个议长特别费20万，事实讲，这小钱啦。对着因这个经过大风影的人，这应该是小钱吧？啊，到底是因是咧忙啥物？咱来看上后尾这2项，这才是重点。议事定事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吼，会当有排定议案，啊，佫含这个预算的顺序决定权。哦，互你排到这个会期无法度。哦，互你讲，这个日要经过，甲你对下骹抽起来，放伫头顶。哦，有这种的，啊，这人事议会人事任用权，哦，这安尼，这到底议长甲政府议，即咱讲议长，啊，政府议长，伊就喺等议长无法度行事的时，这到底有啥物好处咧？老师？是啦，照你讲啦吼。这个议会咧开会哦，议长伫遐主持的时阵，照你讲是爱中立，吼，伊无法度，伊照你讲是无用嘅讲，我今日想要介意倒一个议员，所以我互伊较方便，还是讲介意倒一个局长，所以伊的法案啊，是安怎我应该特别较通融。照你讲是无用安尼，大家拢知影嘛，英国迄个国会，吼。迄个国会若任何一个议员吼，若当选这个议长的时阵，伊普通来讲一定要退党，而且要退出这个党团的运作，吼。伊本来譬如说伊保守党还是工党，工党，伊一定要退出。啊，而且呢，伊主持这个议事的时阵一定要公正。啊，问题点在台湾，因为咱咧讲，咱即马台湾的政治，因为咱咧讲四不像，因为啥物侪拢毋是，所以变讲，即个市政府有当爱去拜托议会去通过伊需要的法案，对啊，不管是钱还是法案嘛。哦，啊，所以这个时阵，所以市政府啊、县政府啊，去拜托议长。啊，变讲伊爱拜托议长，因为议长才有法度去找迄个议员去支持。所以，比如讲，慢慢啊，议长的权力慢慢都愈大，啊，大到变讲，只要真正做议长的人，变讲，足侪时阵的议员有当嘛去拜托议长啊，去替伊瞧代志，去替伊安怎啊？所以这个时阵，议长后壁伊的权力变讲比伊即马法律予伊的权力更加大。因为这个权利哦，老师是，咱去知影吼，迄个行政甲立法内底吼，若有到和谐，足侪物件要策动的时阵会较好策动。所以议长也是议员也好，因要安怎连任上重要爱有政绩。啊，这政绩的部分就是爱甲迄个行政权来协商。咱照理来讲，议员、议长应该是来监督行政部门。但是咱即摆看到其实是行政部门甲迄个立法部门两个合作，在杀这物件。所以咱看到像议长上重要。其实阿个李老师嘛有讲到，
到底什么案我要排伫头前，什么案优先，什么案会当对人民较有利。即摆咱嘛知影台北市内底嘛，比如讲以台北市为例，以新北市为例，到底是途径上重要，还是交通上重要，还是什么上重要？这我安排着我预算到底对一条爱先放伫头前。对一条爱先通过，这个部分会决定着你的政策有法度互人民有一个感受无。所以议长有这个权利，但是另外一个，伊甲佫一个权利吼，其实是协调权。吼，协调你这个部分，你是毋是提一个？你这议员小可塞一个？啊，这个部分内底其实咱嘛知影，嘛有足侪民众也是企业会去拜托。啊，议长讲话甲议员讲话，当然议长讲话嘛较大声。啊，为什么大声内底？因为伊有法度摆一寡。条案法律诶，这款自治条例内底，所以伊对这个部分内底，伊若有识，伊用起来的时阵就足老师，你甲咱教伤济哦，咱观众朋友唔通学歹去哦。咱是要互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议场内面的眉眉角角吼，以后你啊好好啊监督，听其言啊，观其行啦。文琪，你个人教一下。应该安尼讲啦，你若咱若以华人来讲的话，因为咱他看到讲，就是咱的迄个背板有写讲，因这内底到底有偌大的权利嘛？但你若用花莲市进前，即马花莲进前有无？人要实践讲一个迄个矿石自治条例啊，有讲到底要抽10%还是20%啊？伫因着遐修正。我意思讲，对实务上来看，因的这个运作，迄个权利，你议长伊的态度，真的。足侪代志，伊会法度决定，所以我讲对因来讲，我若是议员变议长，你去看台北即个为啥戴时清嘛想讲他打败了陈景祥？我意思讲，当然迄个权力使人迷惑，但是重点就是咧，因为权力足大，伊法度他咱吴老师、李老师讲，伊会法度决定讲迄个顺序，我今仔这较重要，对是较无遐重要，这个部分会影响到行政权伊的效率。所以这会使改袂？我是感觉讲，其实我感觉吼，其实。改无啥物太大的意义，唔是讲我一定感觉对政治失望，唔是这个意思，是讲举一怀而为之。其实你看实际的政治，我就讲，不管是意大利啊、以色列、纳坦雅胡，你看有法度为啥伊个第三摆搁起来？其实政治就是遮尔啊黑暗，但是咱袂使讲对政治就安尼无信心，所以他彭仁你讲的是正确，咱大家目睭爱闭好紧。我讲你若是看到伊即马伊做啥，因为即马网络时代，伊走过必留下痕迹，伊即个议员啊，即个议长到底做啥？你有法度了解嘛？啊，你若搁建议，你无讲好讲啊，拢是议长啊，遮人是你家己冇责任。是咱人民的选举文化。因为迄个人是咱家己建出来的啊，啊无你讲总统级人即马做好代志啊，伊毋只讲伊做1万件的即个保暖衣。我是讲，你若看伊即马做，较早啥物人无过去。但迄主席甲其他的拢会当做啊。对，我的意思讲，伊伫咱徛伫讲啥物人无过去。我毋是要批评中国政府啦，我是讲我拢是头一件代志，应该还有其他的通好做嘛。对，我是讲，所以我拢是对伊讲，伊开始讲伊迄个切点、时间的节点，伊开始做了，伊到底有做违法的代志无？有去讲什么绑桩啊？有去讲安怎无？哦，否则我感觉你政治若是讲要讲到哇水清则无鱼哇，讲到大家拢是神啊，大家拢袂使做啥物歹代志。我甲你讲，台湾就是你头讲的，无人啊啦。你甲吴老师迄三城甲退掉，我甲你讲，别人嘛同款有这个问题啦。所以咱插政治的人爱很务实，莫想讲哇打高空，全部都用道德理论，这样开始正确的看代志的方法。我小等家好，吴老师来讲哈，来面红。没有，我刚刚议长你说下面这2个。那个也不算什么啦，这个还不算什么哈，这个还不算什么。你有白案子，这只是比较正当的权利嘛。啊，那譬如说你那什么高雄市，他可能就是高雄市长，他想要控制议案，所以就高雄市长康裕成。可是你看看台中市，是刚好红黑2派分啊。那你议长，你做议长，你用想知影啥？都市计划嘛。啊！你为什么这么遮侪人要做议长，甲副议长？因为伊甲市政府的信息较通，消息灵通。消息灵通嘛，用先买土地嘛，无搁用插地皮嘛，啊，这就是上歹的所在伫遮。所以为什么咱反对有一寡案底人，你莫搁去做这啊，对吧？你存在台北市的副议长，讲着伊。袂要紧，民宏你大声讲出来，我会甲你保护啦。无啦，我想讲伊嘛无一定安尼做啊，但是伊就是有这个权利啊，伊会当先知影讲台北市伫台北市较歹做，
但是伫庄卡所在，你做议长，你就有这个好处嘛？为什么尴尬？一定爱抢一个副议长？伊一个立委无选掉了，一定爱。啊，这张清照伊安排，伊为什么伊嘛选一个议长？啊，所以伊那有迄管区合并的所在，正副议长。一个都市的，一个县的，伊迄地方利益都很大啦，所以说我们很怕议长在这里动手脚了，就是这样。那你说那个邱医生也是啊，邱医生桃园县的时候，他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先没有？我觉得这种基层的这种议员，他的服务费用要很大，因为他一定是红白帖都要跑很多的，然后也是很多，那他的这个经费要从哪里来？难道他做义工吗？像那种买1万多件的那个保暖衣给儿童吗？就是他做他完全是做义工。你讲有重点哦，红白帖啦，啊，这个关系真辽阔，啊，这干那这个开支都开不完啦。我补充一下啦吼，我讲，因为咱插政治咧评论这，我讲爱用事实。到底发生啥？我若是台南这届林依婷，有无？你看伊进前哇讲什么绝对袂使有过信用安怎？到尾伊今仔讲的话是今仔的新闻，伊当咱是台语台啊，对吧？但英语叫做 let be bygones，让过去的就过去了。你感觉伊敢有是非？那照伊的标准，照你讲你袂使安尼做啊。所以我讲，咱咧插政治，咱咧评论政治，我知。我咧讲正副议长伊进前我有过信用的啊，伊希望投互邱丽丽吧。但你看伊的态度是安尼180度，所以我唔在讲笨手，这都是讲不分颜色。好，我嘛无，我唔是讲，我是讲每一种哦。对，是我讲的。以下无不管不问题哦。所以咱咧，我讲台湾就是安尼讲，咱咧我一直强调讲，政治若要清明，大家讲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咱就爱看伊到底做啥，伊做了好，咱就爱甲鼓励，互伊搁继续当选。啊，伊若做了无好，真正乌龙西德、乌白乱舞，咱台湾人民目睭遮尔啊金，咱节目逐工拢咧看，什么人做了好歹，你家己知嘛？你心内有数嘛？你这是唱高调，你唱高调，平常不会有人注意正副议长在做什么的啦。所以电视台会报这个正副议长做什么吗？除了邱医生会报的是因为他要选市长嘛。平常我们只要监督议长。民众姐安尼讲有道理，但是我甲你报告，但是大家若拢唔知，我讲台南这届袂衰，甲变安尼。为什么大家会看着讲哇，贵姓人讲我为着？咱徛在媒体的立场吼，我应当讲吼，咱新港界吼一定会继续来关注这个题目。吼啊！希望4位咯，来实时来这个，定来这个节目当中行达来讲到这，我先和吴老师来补充一下。是，我是讲吼，其实咱若是去过议会，还是去过立法院，迄一本预算摕出来吼，其实你摕互任何一个人看拢看无。无字天书啦。啊，咱要知影这个预算到底安怎用，咱会叫政府部门，比如讲迄个市长啊、迄个局长啊来做报告。但报告的时阵，伊嘛当轻甲藏落来。这议长这个部分，伊就会当做到这个主事者的这个部分。伊会当互一寡议员检问一寡，莫问甲遐尼深，因为一般民众无一定遐尼了解。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内底，咱其实知影议长的权力是足大的。啊，尤其是吼，咱看到讲，这大到红白帖，啊，细到吼，比如讲推荐什么人事权的这个部分，足侪。部门会买单嘛，会去愿意接受这个部分啊，尤其是议长，尤其是这民意代表，咱看到民意代表红线违规的拢已经是大家拢感觉袂当做的物件，更何况是乌金。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伫黑道内底，也是伫白道内底，但是什么是这个部分，伫政治内底，咱来看到是讲，到底有法度，互咱的政府会当更较往前前行。即届选举内底，咱看到讲伫选举的过程当中，有足侪，比如讲要报恩的，也是讲有啥物传出这消息。啊，咱的这司法单位到底在创啥？咱若听到这案件的时阵，是毋是都应该爱办的，就爱办？你若无办，你拢是谣言嘛？啊，所以足侪人讲，无紧咱我等司法调查。所以啊，3方面啦，人民家己要觉悟啦，司法要进步啦，吼。啊，而且哦。政党嘛爱负责任啦，吼，尤其哦，咱来讲到讲吼，咱各位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哦，过去啊，咱无法度查到在网络顶头查到即个关市议员的财产，哦，无法度在网络顶头，你来去检测伊，而且哦，袂当翕相，哦，爱记起，
记起来出去了后，紧抄抄的，紧写写的，搁入来，啊，搁看一下，啊，搁出去抄抄的。所以今年的5月份，即马开始有用工法案吼，关市议员吼，包括政府议长啊，其他的公职人员一概拢共款吼，无分大小，通通爱即个公布着即个财产。即个用工法案敢有效？那我无爱我了钱，我就用现金，我就拢无信用卡，我也无金流，啊你查无？这敢有法度，老师？这确实啦，当然啦，咱希望讲咱的所有的公职人员哦，拢爱申报因的财产哦，这本来就是这个民主政体应该做的代志。只是我未了解是讲，为什么到今年才会通过这种法案？我嘛无了解。因为照你讲啦吼，迄当初咱规定总统、副总统，还是立法委员，甚至县市长的时阵，照你讲，首长拢爱嘛。对啊，照你讲，连这个地方的，因为立法委员都爱公布，照你讲，连地方的议员嘛是爱做定啊。啊，等到今年才通过，所以吼，这期间可能头前啦，足侪代志。因为大家可能足侪人反对啦。依早有公布吼，我头下讲的，依早有公布，像迄个国会监督联名啊，因讲吼，因来派工读生吼，派数据员，你去看，看了后啊记起来，敢若迄个嘛袂当摕迄个记忆面包吼，甲打落去啊摕出来，袂使，爱目睭看者，啊出来抄抄的写写，啊即摆拢会使，即摆拢会使。哦，这就是讲咱台湾政治啊，一步一步慢慢来进步啦，郭老师。我是安尼看啦吼，因为这讲财产有透明啊，这是一件足好的代志。但是咱看到讲，你譬如讲这总统金，伊的迄款财产，大家知影伊足好个，但是民众若是无在意伊的财产安怎来，安怎伊想要有法度累积遮尔多的财产，其实咱看来讲，你就算讲公布搁较济，嘛是无法度。这是上重要的，民众感受对这件代志内底，你譬如讲伊是黑道，我无在意嘛。伊是伊的财产足济，我无在意嘛。这就是民众到底对这件代志内底，所以咱看到讲，像咱迄讲昨迄个徐耀昌，伊伫接交接的时阵，伊讲我是苗栗国的国公。为什么？伊个苗栗国就是家己一个所在嘛。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不管是任何地方政治内底吼，咱过去内底，咱看到迄个民主转型、民主品质要提升，其实咱的地方政治嘛是共款爱提升，袂使讲干那中央的部分有提升，地方的政治完全拢无提升的部分，这是种。因为按你讲啦吼，政治就咱条民主政治 ABC 哦，民主的弊端爱用更加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咱就是相信民主的话，伊无是100%一个理想的柏拉图嘛，所以伊有问题，这足正常的。但是过来就讲，咱面对这款的问题，咱要安怎处理？我讲咱讲阳光式吧，他咱李老师、吴老师有讲到啊。这几年安尼落来，我讲起来，咱若讲较粗鲁，迄就做半道。你这一个数据员一去看者出来，啊，伊个记一个，搁看者，记一个，搁看出来。啊，你到底咧创啥？你若是真正是开大门走大路，其实我感觉你着公布。虽然咱讲看即届的县市议员、直辖市议员，候选人来公布，所以我甲大家报告。你讲啥？我讲一个上重要，我讲吼，咱台湾人，我觉得淳朴善，我感觉一个上重要，搁一个就是吹哨者条款。我讲哪像讲吴佩龙，伊若有一间良心发现，伊讲哇，我若即件代志搁无安尼处理哦，后摆生囡仔的时阵，足侪眼睛的会不见的状况下，伊讲啊，我爱有良心，我爱做一寡代志，所以你爱即马若是讲阳光司法累了相关的配套措施，你互大家人迄个人性的本善的那一面，有尽量互伊有发展。所以我讲，这个法治无可能100%防止所有的人拢无做歹代志，但是你若有法度做，你尽量做。我感觉政治就一步一步一卡印。慢慢啊进步，所以我们在讲吴佩荣的吹哨者条款，是我即马咧看讲，咱民进党政府你全面执政，全面过半，你到底有要认真做无？对，那像咱李老师他讲的啊，这个法律进程，大家拢感觉足重要的啊，但有些拢无法度通过，安尼是唔好的代志。今年5月拢会使啊，拢就嘛来面吼。我开放网络，这是做正确的决定啦，这绝对这样子爱做啊。另外讲，你开放网络了，一定有这些网民呢。而且有很多那个网友，什么猫啊？对啊，什么猫什么狗是什么的，他一定会帮你监督啊。
对，那媒体都会看大条的，可是这些人就会看小条的。然后有网络开放以后，他们你查资料有这红本的呀，那他们就可以帮我们监督很多事情，尤其是正副议长这两团，对不对？这个财产你今年跟去年比，你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那个，我觉得有开放，就是你有差了哈，绝对有差，所以应该老早就要开放，为什么到今年才在开放？很奇怪，议员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大家拢开放？为什么议长、甲议员、甲经理而且候选人嘛爱公布哦。对啊，你公布，你这什么时阵有用啊？要选举的时阵搞的时阵都一定有用哦，都有用啊。即阵即届有一个人讲伊借钱借8000万，有无？一对1996年开始借到今年拢无还8000万。啊，这为什么？这为什么会出来？就是选举的时阵到位啊，大家拢平常时唔知影的代志，大家拢知影啊。这嘛是一种的监督啊，嘛是做好的啊。但是这他早吴老师啊，上后尾也有讲人民爱看有啊。我譬如讲，咱有请什么猫啊、什么狗啊，还是什么人啊，因为这个网红啊替咱来吹吼。啊，媒体，但是民众的意识上嘛要提升啊。是啊。啊，感觉讲这项代志是重要。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届是议长的帮忙，就是让人民看清楚，才后你讲骗的啊。你看，讲家己的国家吼爱家己救啦。你若感觉即摆的政治真正无好，对无？你就爱关心到那像同仁讲的，你司法爱改革，吼，然后咱的政党爱去管制，然后大家拢爱想办法进步。不然我就变成告比回家。